想學靈氣，想學實踐，想學閱讀阿卡西，想學通靈，想學占卜，想預測，想解夢，想改變能量，想學 cut cord，想清理所謂負能量，想祈福，想祝福，想療愈，開運改運轉運，想學冥想靜心，想連結高我。想學講光語，想學動物傳心、植物傳心、死物傳心、人同人傳心。想學開三眼，想問事，想變靚，想改善姻緣，想 M 到準時。想學下點樣處理自己頭暈身㷫，小病唔舒服，撞親扭親，肚痛腫瘤。想學調頻、讀心、潛意識植入，解除靈魂契約，清理身體淤塞能量，睇氣場，平衡脈輪，開保護網結界，療愈童年創傷，化解前世今生恩恩怨怨。想問前程，想生仔，想學平衡四元素，風火土水金木水火土。想學下點樣隔絕電磁波，點樣唔受干擾。想學點睇靈魂藍圖、人生目標。想學解除業力，想學整能量水，想改變物質結構，想學注入能量，想學整自己嘅能量符號圖騰，想學幫人啟動能量。仲有乜嘢我係未講㗎？想連結天使，連結高靈、揚升大師、自己嘅指導靈，連結護法，提升靈力，學點樣跳躍平衡時空，前世回溯，學調配能量，學反彈，唔做呢啲嘢嘅喎，學超度，學同靈溝通，學跳出 Matrix，返去自己個心度，都數咗好多啦。你學咗幾多樣，或者你想學邊幾樣呢？就算我仲未講中都唔緊要。我只係想話俾你聽，你唔使再花咁多金錢、時間、心機分開晒啲嘢嚟學啦，因為你只係需要學一樣嘢，就已經能夠擁有以上所有嘅技能。你信唔信都好啦，反正我過去7年所教出嚟嘅學生已經受惠啦。